再来看好事多的冷冻鱼，伫4月初查某伫边境的检验，就验出讲有 A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。小数1个月后，今仔才伫网络公布这个信息。卫生福利部部长施世元是强调讲，当初验出这批产品有问题，就全部拢毁掉了。未来大礼拜3会来开记者会说明，卖公布感染着 A 肝的病例。昨昏台北市卫生局有一个通报的个案初步检验讲是阳性，会过来验第2届，上紧下晡会有结果。美食卖场好事多进口第2可可兰冷冻3种综合鱼，顶个月初10，就伫边境封检出 A 肝病毒回归，验过4月4，刷拖1个月到今仔日才公布，恐惊互更加侪唔知影的民众食落肚，引起外界积极动作收慢。我认为是没有了哈，因为其实我们的警觉性很高，在边境发现之后，马上要进行后市场的这个调查。那大家也许会觉得稍微慢，那我必须要说明一下，这个 A 肝的检查是比较复杂，其实实验室的工作是比较占掉比较多的时间。卫福部长施世元强调，是因为检验过程久，并无收慢。只是好事多唔过封检出 A 型肝炎病毒事件，由原也咧拖烧，各地拢有通报案件。其中台北市卫生局初步接到一个捌食过唔过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通报，这名个案捌伫3、4月食好事多的唔过封检出 A 肝弱阳性。检体送中央社食复检，目前这名个案甲大做伙的家人拢无急性病毒性 A 肝症状。曾经有食用这个大卖场购买的冷冻综合果酶，那同住的2位家人也都有食用，目前包括个案等3个人都没有症状。特别去注意环境卫生这个食物及饮水油煮熟煮沸确保干净，以及有注意手部卫生的问题，其实其感染的风险并不是很高。医师建议 A 肝的传染方式是混口，做好环境卫生就会当避免传染。另外，关系日本进口草鱼，前一摆封检出禁用农药残留违规。日本高流协会要求开放农药，福尼安客反派了后，卫福部长施世元表示，国内外团体拢会当申请农药残留许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